主席，主席呢個項目我哋係支持嘅，因為我哋區議會咧咁多年咧係俾咗意見政府，啲顧問公司咧就將我哋嘅咧就整成兩橛斷截禾蟲嘅。咁400幾億起個西鐵，起個西鐵嚟講咧，你又唔盡用，咁你而家變得死胡同咁啊，跌到條門就斷咗噶啦。咁我哋亦都係個文件咧，區議會咧係建議個隧道到赤鱲角啊嘛，叫佢做埋鐵路過去。就接駁咗整個機場，同埋再北邊咧就接埋深圳。嗱，你咁然之後咧，你整個鐵路網包括即係通晒全港九噶啦，同埋新界港九。點解政府唔考慮？嗱，即係你做呢個我哋唔緊要，但係你應該個配套嘅接駁咧，咁先就係叫鐵路就整個網絡可以完成啊嘛。咁政府成日都提倡係鐵路為主。我鐵路為主，但係佢又唔做喎，就係即係做起咗條鐵路咧，不倫不類嘅時咧，就要 cut 巴士啦，係咪？一 cut 咗巴士咧，咁啲人咧，其實巴士同鐵路嘅客都唔同嘅，根本你而家有啲係搭唔到搭巴士嘅，唔一定搭地鐵嘅。咁如果你地鐵係方便咧，你一定可以取代得到巴士嘅，唔使 cut 嘅，即係好似將軍澳咁過對面海，咁嗰啲車唔夠啲鐵路快啊嘛，咁佢自然佢又會消失噶啦，係嘛？但係你唔係，你整咗之後又未通車，又未人搞掂啲嘢咧，咁我 cut 啲巴士先，好啦，咁到時你叫啲市民搭咩車咧，係嘛？咁如果我哋區議會其實唔係我啲顧問公司咧，就顧而不問嘅。即係好似你整條深西咁啊，整條B3過去深圳灣1.4個字，而家去到深圳灣嘅。咁我提出咗嚟咧，就佢衛生署都改善咗啦，就改個 B3X，即係話20分鐘可以到啦。咁你點解唔盡量利用嗰啲嘢咧？係咪先？利用個交通設施要配合啊，巴士同埋鐵路要配合噶嘛。但係你唔係，你淨係咧一整好嘅時間，政府我要維護我哋條鐵路啊，幾多錢成本，起咗幾多百億，我哋啊真係要揾多啲嘢咧，去 cut 咗佢咧，就維護我哋啲就你罔顧市民嘅利益啊嘛，市民搭唔到車猛咁等咁啊點咧，係嘛？所以我覺得咧，政府係有必要咧，將個鐵路咧就唔止係屯門阿嚴生咁講話中途站啫嘛，中途站就會多啲整條鐵路駁通嘅。主席，我哋區議會已經俾咗文件，係要求嗰個隧道嗰個赤鱲角係要預埋嗰個鐵路位啊嘛。咁你因為成條所有嘅鐵路都一個圓圈港九新界係咪圍住晒啦？咁你爭嗰一橛嘅禾蟲，你唔可以話斷絕咗。咁你好似西沙公路以前咪斷咗去馬鞍山，你喺沙田去要兜個大圈，而家一通咗嘅時候咪一去就過啦。咁點解唔會利用咧？咁政府我覺得咧就大家即係政府部門咧有嗰啲顧問公司要審慎考慮啦。多謝主席。